这系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祝贺加拿大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司政边巴次仁对美加日展开为期1个月的访问；司政边巴次仁悼念长莫克什米尔邦恐怖袭击事件中罹难的民众；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呼吁中越两国对西藏高僧离奇死亡事件展开调查。藏人行政中央领导层会见佛里德里希脑脉基金会驻南亚分会代表团。欧洲议会议员敦促中国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济尼玛。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济在布拉格会见捷克官员。驻北美代表郎杰曲珠在华盛顿介绍达赖喇嘛尊者的新书。驻伦敦代表次仁央金访问爱尔兰都柏林。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二4月29号致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祝贺他领导的加拿大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尊者在贺函中对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和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表示钦佩，并感谢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对西藏人民的持续支持和援助。尊者最后祝愿马克·卡尼和他的政党圆满实现加拿大人民的愿望，并为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此外，在西藏自由事业正值关键时刻，以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频繁演变和美国对外援助政策不断变化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六4月26号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启程，前往美国、加拿大和日本3国展开为期1个月的访问。4月28号，司政边巴次仁在代表郎杰曲珠博士的陪同下，在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山庄与相关议员举行了一系列高层会晤。期间，司政分别拜会了美国众议员简·夏科夫斯基、众议员金义玉、参议员杰基·罗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达蒙·威尔逊，以及国会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成员。司政还会见了长期支持西藏自由事业的美国国会荣誉议长南希·佩洛西、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前任主席迈克尔·众议员和现任主席布莱恩·马斯特众议员。在与上述政要会晤期间，双方围绕加强美国国会2党对西藏的支持，以及近期美国新政府的资金削减政策对流亡藏人社区的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司政强调，美国对西藏人民的支持不应仅仅被视为人道主义援助，相反，西藏问题本质上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利益紧密相关，同时也体现了美国所秉持的核心价值观。司政边巴次仁还会晤了自由亚洲电台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方贝、首席通讯官罗希特·马哈詹以及其他相关工作人员。期间，司政高度评价自由亚洲电台在传播未经审查的新闻和增强全球藏人声音方面做出的不可或缺的贡献。另外，印度北部长莫克什米尔邦的帕哈格姆景区于上周二4月22号发生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6名游客和平民死亡，20多人受伤。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在闻悉消息后，在官方 X 账户上推文，向罹难者表达了哀悼，并声援印度人民。藏人行政中央也于上周五4月25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总部举办祈祷法会，悼念在印度长莫克什米尔邦恐怖袭击事件中罹难的无辜民众，并向伤者和家属表达了慰问。另外，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
穆尼尔·萨图里和欧洲议会议员恩金·埃罗格鲁于本周三4月30号致函中国及越南驻欧盟大使，呼吁两国对西藏安多果洛隆恩寺主持仁增洪嘎多杰仁波切在越南离奇死亡事件进行说明和展开独立调查。穆尼尔·萨图里主席和恩金·埃罗格鲁议员在信函中呼吁中国和越南当局确保开展透明、独立和公正的调查，查明仁增洪嘎多杰仁波切的失踪情况以及去世原因。与此同时，德国佛里德里希脑脉基金会驻南亚分会代表团于本周一4月28号来访藏人行政中央总部，会晤安全部长兼代理司政加日卓玛和副议长卓玛次仁。当天上午，来访代表团在达兰萨拉觐见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后，访问藏人行政中央总部。安全部长兼代理司政加日卓玛在噶夏秘书处欢迎来访代表团，双方就西藏自由事业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当天，来访代表团还访问了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会见了副议长卓玛次仁和常务委员会成员，并举行了富有成果的座谈。随后，代表团还参观了位于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村、藏医历算学院和西藏博物馆等重要机构。代表团由德国佛里德里希脑脉基金会驻南亚区域负责人卡斯滕·克莱因博士、奥德利议员维特登格勒、巴登福腾堡州议会议员阿莱纳等其他成员组成。此外，在藏传佛教第二大宗教领袖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却吉尼玛36岁华诞日之际，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于上周五4月25号在欧洲议会发起声援活动。多名欧洲议会议员重申对班禅喇嘛获释的坚定支持，并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公开他的下落。此外，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已向欧盟对外事务高级代表提交一项书面质询，要求就第11世班禅喇嘛失踪问题作出回应。另外，由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吉、荷兰知名国际法学家麦克·范沃尔特博士和驻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联络官平措多杰组成的代表团，于本周一4月28号访问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期间与多名捷克外交部官员、议员和各界政要举行了一系列高层会议。在布拉格访问期间，代表赤列去吉和随行人员会晤了捷克外交部负责国际组织事务的巴博拉·卡尔多纳、联合国人权议程协调员哈纳博士和战略与分析部门的伊凡娜·格罗洛娃。随后，代表团分别会见了捷克大屠杀问题、宗教对话和宗教自由问题特使罗伯特·热哈克、捷克参议员帕维尔·菲舍尔。在另一场会议上，代表赤列去吉和代表团成员会见了捷克共和国众议院议长、外交政策顾问斯德涅克，并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议。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郎杰曲珠博士在驻北美华人联络官次成嘉措的陪同下，于上周四4月24号在华盛顿特区的季风书店就达赖喇嘛尊者最新著作《为无声者发声》为题，向各方与会者进行了讲座。代表郎杰曲珠在发表演讲时强调，在西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成为数代藏人的希望和勇气的灯塔。他进一步阐述了尊者的4大人生使命。当天，驻北美办事处秘书长次仁卓玛和华人联络官次成嘉措在华盛顿特区参加了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组织的第18届全国烛光守夜和献花圈活动。这项活动旨在纪念世界各地在共产主义政权下遭受迫害和苦难的人们。驻北美办事处秘书长和华人联络官
以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工作人员，分别向共产主义受难者的大型雕像献上花圈，并致以敬意。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在爱尔兰新政府组建以及复活节休会后议会重新开议之际，为了重新建立与爱尔兰议会、当地藏人社区和支持西藏团体的联系，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代表次仁央金于日前短暂访问了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在访问期间，代表次仁央金和随行人员拜会了爱尔兰共和党议员马尔科姆·布莱恩，并参观和旁听了爱尔兰议会正在举行的会议。当天，代表次仁央金还会见了爱尔兰藏人社区的成员。他鼓励与会藏人进一步加强与各个社区之间的联系，积极参与当地社会事务，持续弘扬西藏的文化和语言，特别推动年轻一代藏人对西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